12号中昼，一个大中环牛城线向派穿开，风送去救护车，冷气传来，天气冷死死。中华县因为心肌塌掉的风送去病院人数变多，和消防队员拢真点头。今年的1月1号到12号为止，我们共出勤了790件的非创伤的一个救护，救护人员会在现场立即操作心电图的一个测试。如果发现是急性心肌梗塞的话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送有心导管室的医院。中华县为昨日半暝到过冬天的下晡2点，非创伤疾病救护案件坐要74件，敢若是心肌塌掉的风送去急诊室急救，其中有6个人过身，岁数伫咧54岁到92岁。为了争取救人的时间，车顶有一台心电图传送系统发挥伊的功效。74件送病院案件，透过心电图传送系统，提早替心导管治疗，成功把5个患者救起来。在这3年的时间当中，救活151个人。是冷都10几度，甚至到12、13度，凌晨的这个冷的温度。来急诊的人数也是相当的多，从1月1号到现在，急诊量差不多有3300位。天气冷，那消防救护无用气气，病院急诊室在这几天嘛拢真无用。保暖呢，我们所说的棉、颈部、双手、双脚，如果保护好的话，可以保暖身体的温度，可以保护到50%到70%。病院提醒头、阿妈困含骹手拢袂当扣寒着，马上好抹一条毛巾，才袂去扇着冷风感着。